1986年嘅夏天，紅磚廠房嘅職工家屬院入面熱鬧到不得了。飯堂門口嗰塊大黑板上啱啱貼出咗今年單位分屋嘅最終名單。周靜用衫袖抹咗抹面上嘅油污，由車間一路小跑趕咗過嚟。佢今年20幾歲，係車間入邊最做得嘢，亦都最老實嘅扭螺絲工人。佢老婆許靜已經有咗4個月，個肚開始慢慢見肚，但係2個人到依家仲逼喺一間15平方米嘅集體宿舍入面，宿舍中間淨係拉咗幅爛布簾，隔離後生仔扯鼻鼾都聽得一清二楚。兩公婆連轉個身都困難。對周靜嚟講，可以分到一間真正嘅屋，就係成家人天大嘅喜事。周靜好唔容易先逼入逼滿人嘅人群，順住黑板上嘅名單由頭一路睇落去，排喺最前面嘅係廠入邊嘅科長同主任，分到嘅唔係2樓嘅大單間，就係南北通透嘅靚套房。再一路睇落去，嗰啲同上司關係好嘅工人，亦都分到採光極好嘅住處。周靜接手指喺名單上一行一行向下掃，個心好似吊住個水桶咁，15、16，直到名單最尾，佢先喺一個唔起眼嘅角落入面睇到自己個名周靜，分得東面雜物庫房一間。周靜都未反應得切，人群入面就爆出一陣刺耳嘅呆笑聲。同周靜同一批入廠嘅工人劉偉，戚住個嘴逼咗過嚟。劉偉呢個人平時最中意貪小便，成日圍住上司擦鞋拍馬屁。今次順理成章分到2樓一間有露台嘅單間。劉偉一臉得戚咁拍咗拍周靜膊頭，大聲揶揄話：周靜啊周靜，你今次真係好運到極，居然分到間貨倉。大家快啲嚟睇下啦！嗰度邊係人住嘅地方，夏天嘅天台曬到熱透，好似個大蒸籠咁；冬天四邊漏風，好似個冰窖咁。聽講以前入面堆滿晒爛銅爛鐵，仲擺過爛骨灰盅，你都唔驚夜晚瞓唔着覺。周圍啲鄰居亦都跟住指指點點講出嚟嘅說話，一句難聽過一句。周靜緊緊揸住拳頭，指甲深深咁結入掌心，硬係一句說話都冇講。佢轉身行入分屋辦公室，負責管房屋嘅黃幹事正坐喺辦公台後面托住副眼鏡。黃幹事抬起眼望咗望周靜，嘆咗口氣話：周靜啊，就剩翻呢一間，呢個係歷史遺留問題。你要就要，唔要就只可以等下一批，不過最少都要再等2-3年。周靜連轉頭，透過窗口見到許靜靜企喺遠處。許靜着住件洗到發白嘅舊外套，單手扶住條腰，正一臉期盼咁望住呢邊。2-3年，等多2-3年，個仔都識周圍跑啦，唔通仲要一家3口逼喺嗰間連轉身都困難嘅宿舍入面咩？周靜咬一咬牙，用力等一等腳話：黃幹事，我要攞住鎖匙行出辦公室。劉偉嗰班人仲喺門口等住睇笑話。劉偉拍住大話：呢個傻仔居然真係要咗，大家等住睇啦。唔使3個月，佢哋兩公婆就要喊住搬出嚟。周靜冇理會佢哋嘅冷嘲熱諷，自行到許靜身邊。許靜望住周靜手上條鎖匙，對眼一下子光晒，心急咁問：分到啦？有幾大間？當周靜壓低聲線講出東頭庫房4個字嗰陣，許靜面上嘅笑容一下就僵住咗。佢當然知道嗰個庫房係咩地方。但佢好快又重新露出笑容，緊緊挽住周靜隻手臂講：冇事，只要有我哋自己嘅屋企就得，我哋好好執拾打掃一下，肯定住得人。周靜望住咁懂事嘅老婆，心入邊又暖又無比酸楚。當日下晝，兩公婆就拎住2個舊行李，拎同一床被鋪搬咗過去。
庫房度鐵皮大門鏽跡斑斑，周正花盡九牛二虎之力，先至扭得開條鎖匙。推開門嗰一刻，一陣霉味同塵土味迎面撲過嚟。屋入面係粒粒突突嘅水泥地，牆身一大片一大片剝落，露出入面發黃嘅草泥。北牆嘅細窗只係糊住一層爛紙，俾風吹到沙沙聲咁響。呢度就係佢哋嘅屋企。許靜半句怨言都冇，放低行李就拎起床單同抹布開始打掃。周正搭好簡陋床板，拉咗條電線，掛上一盞15瓦嘅微弱燈膽，昏黃燈光之下，間細屋顯得更加殘破。許靜坐喺床邊摸住個肚，眼入邊泛住淚光。周正攬住老婆講：委屈你啦。許靜搖搖頭講：唔委屈，有屋企就唔委屈。正當兩公婆沉浸喺溫馨同酸楚之中嗰陣，到殘舊鐵門突然傳嚟咚咚咚嘅沉悶敲門聲。寂靜嘅夜晚入邊，鐵門俾人敲到砰砰聲響，喺呢個偏僻庫房顯得格外刺耳。周正心入邊一驚，呢個鐘數會有邊個嚟？佢行過去拉開門，門外企住一個又乾又瘦嘅老伯。老伯頭髮花白，着住一身洗到發白嘅藍色工作服，正正就係住喺對面間爛平房嘅黃伯。黃伯喺廠入邊做咗20幾年守門員，平時孤苦伶仃，好少同人來往。黃伯鬼鬼祟祟咁伸頭入屋，望咗一眼，眼神入邊閃住一種古怪光芒。周正都未開口，黃伯已經身手敏捷咁側身擠入屋，反手拎埋鐵門，仲咔嗒一聲拉埋門啦。呢一連串動作睇到周正同許靜都呆咗。黃伯冇出聲，只係喺屋中間踩咗幾下水泥地，又行到牆邊，用手敲咗幾下牆身。最後佢拉住周正行到離許靜較遠嘅牆角，壓低聲線講：小周啊，你咪睇呢度咁爛，聽黃伯一句勸，你今次真係執到天大寶貝啦！我今晚過嚟就係想話你知一個秘密。周正望住黃伯成面皺紋同深邃眼神，知道老人家唔係講笑。黃伯拍咗拍周正膊頭講：今日分屋嗰陣，我就企喺人群外面睇住，嗰班口花花揀三揀四嘅人，冇一個係好嘢，得你一個為咗老婆仔女，咬實牙關吞咗呢個最硬嘅骨頭。你係個老實人，我佩服你。周正聽到一頭霧水，連忙開口請教。黃伯指咗指腳下塊地同身後幅北牆，問：呢間屋最大缺點就係冬天似冰餃，夏天似蒸籠，係咪？周正點頭講：係啊，好快就入冬，我最擔心就係老婆同未出世嘅細路凍親。黃伯壓低聲先講：如果我有辦法令呢間屋冬天比幹部宿舍仲暖，你信唔信？周正大吃一驚，黃伯指住北牆牆腳講：你知唔知呢幅牆後面係咩？我哋廠個新鍋爐房喺西邊，但幾十年前個舊鍋爐房就喺呢幅牆後面。當年廢棄舊鍋爐房嗰陣，地下條主管根本冇拆走，只係扼咗閥門。不過為咗防止冬天條喉凍裂，主管網入邊長年都流通住40幾度嘅熱循環水，嗰條粗鐵喉啱啱好就埋喺呢一幅北牆牆腳下面。周正企喺原地成半日都回唔過氣。黃伯繼續指點佢講：呢幅牆係用空心磚砌嘅，你聽日偷偷將牆腳嗰排磚鑿開，摸到入面條鐵喉，再將外面層草泥撕走，到時成幅北牆就會變成一塊天然大暖氣片，屋入面起碼可以保持20度以上。周正聽到心跳加速，呢種喺80年代諗都唔敢諗嘅好事，佢激動咁握住黃伯隻手講：黃伯，真係太多謝你啦！黃伯就神色極之嚴肅咁擺擺手講：
住先，唔好急住多謝。呢個係我哋兩個嘅秘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連你老婆都唔可以講。女人把口唔密，傳出去就大鑊啦。而且呢個只係一道前菜，呢間屋真正嘅好處比呢個暖氣大100倍。不過嗰個大秘密，我而家唔可以話你知，我要睇下你值唔值得我託付。講完，黃伯拉開條門啊，望咗望出邊，確定冇人之後，迅速閃身走咗出去。第二日天啱啱光，周靜就去車間工具房借咗錘仔同鑿返嚟。趁住許靜去鄰居屋企坐低嘅空檔，周靜如實門窗匿喺北牆牆腳下面，小心翼翼咁鑿起上嚟。隨住啪嗒一聲，第一塊空心磚俾佢撬開，一陣帶住鐵鏽味嘅暖空氣即刻冒咗出嚟。周靜伸手入去摸，入邊果然有一條粗大鐵喉，散發住穩定又持久嘅熱力。周正強忍住心入邊嘅喜悅，將牆腳一排磚敲松，流出散熱喇胯，外面再用原本啲草泥偽裝好。到咗黃昏，效果明顯出現。出面掛住刺骨北風，但係呢間爛庫房入邊就變得暖粒粒。許靜摸住北牆，驚訝咁講：周靜，今日覆牆，點解唔再動手嘅？間屋好暖啊！周靜笑住敷衍佢講：可能今日風勢凌。許靜冇諗咁多，開開心心咁瞓着咗。不過紙始終包唔住火，爛庫房變暖嘅消息好快就喺家屬院入邊靜靜雞傳開，亦引嚟一雙貪婪嘅眼睛。跟住落嚟一個禮拜，周靜間細屋成為家屬院入邊嘅奇觀。出面寒風嘹嘹，但一入到周靜嘅庫房，暖意即刻迎面而嚟，甚至比2樓嗰啲正式住宅仲舒服。最先察覺到唔對路嘅就係劉偉。嗰日下晝，劉偉借住借醋做借口推門入嚟，一入屋，劉偉就俾屋入邊鼓暖氣焗到打咗個乞嗤。佢擦眉擦眼咁周圍打量，個口仰住：周靜，得喎，你屋企點解比我屋企仲暖？你係咪偷偷生爐啊？廠入邊有規定，平房區嚴禁私自生火煮飯、生爐。萬一發生火警，你擔當得起咩？周靜冷冷淡淡咁講：冇生爐，只係門窗封得夠實。劉偉根本唔信，好似隻獵狗咁喺屋入邊周圍搜，想揾出電暖爐或者煤爐嘅痕跡。不過屋入邊一貧如洗，除咗幾件舊家私之外，咩都冇。劉偉悻悻然咁走咗，但懷疑嘅種子已經喺佢心入邊生根發芽。2日後嘅夜晚，劉偉拎住2個又黃又瘦嘅蘋果，再次上門。佢笑騎騎咁將蘋果放喺台面，目光就一直喺牆身掃來掃去。突然，劉偉嘅目光落咗喺嗰幅發熱嘅北牆上，佢扮到若無其事咁行過去，伸出手掌死死貼住牆身。一瞬間，劉偉愣咗一愣，跟住露出貪婪嘅冷笑。劉偉猛咁擰轉頭，大聲嗌道：周靜，幅牆係熱噶，牆後面肯定有熱源。呢條友係咪偷偷駁咗廠入邊嘅暖氣喉？周靜個心一沉，但表面上依然保持鎮定。身後嘅許靜嚇到企起身，神色慌張。劉偉見到咁，更加得戚，指住周靜個鼻威脅道：周靜，你個膽都幾大喎！盜用單位資源，擅自改動房屋結構，如果舉報到黃幹事同廠上司嗰度，唔單止間屋要俾人收翻，你條友仲要受處分兼俾人解僱。許靜一聽到間屋要俾人收翻，嚇到塊面發白，拉住周靜折衫就問：周靜，呢件事到底係點噶？周靜俾咗老婆一個安撫嘅眼神，跟住企起身，一手扯住劉偉個衫領，將佢拖到大門外。周靜壓低把聲話：劉偉，老實同你講，
呢間屋以前住過一個老撾勞工，佢臨走前話俾我知，牆後面有條廢棄咗嘅暖水喉，我只係借咗少少餘熱，你想點？劉偉見周靜應咗，即刻露出嗰副乞人憎嘅嘴臉。佢捏住雙手話：周靜，我哋係同一公段嘅兄弟，有呢啲好事你唔可以獨吞㗎。我屋企就喺你屋企斜後面，你幫我都將條喉駁過去，或者我哋兩個交換間屋。我二樓嗰間單位雖然冇你呢度咁暖，但點都係正正式式嘅樓房，採光又好。你老婆就嚟生，住喺貨倉幾失禮啊！你將呢間貨倉讓俾我。周靜望住劉偉嗰副理所當然嘅樣，心入邊冷笑連連。佢諗起黃大爺講過嗰個價值100倍嘅大秘密，斬釘截鐵咁拒絕道：想換屋發夢，呢間貨倉我唔換。劉偉塊面即刻沉晒落嚟，露出一副惡相威脅道：俾面你又唔要。周靜，我今日將說話擺喺度，你如果唔幫我駁好條喉，或者唔同我交換間屋，我聽朝一早就去廠入邊舉報你。等你到時食唔晒兜住走。面對劉偉步步進逼，周靜眼神一沉，冷冷咁話：劉偉，你去舉報啦，有本事你依家即刻去。劉偉愣住咗，估唔到周靜態度咁強硬。周靜行近一步，沉聲道：你去同啲上司講，就話周靜發現咗廢氣喉管嘅餘熱，到時上司嚟調查。你估佢哋會處分我，定係會請工程隊過嚟研究，睇下可唔可以利用廢氣喉管嘅餘熱，俾成個職工家屬院都通暖氣？依家國家提倡勤儉節約，轉廢為寶，我發現廢氣資源係立功，但你劉偉勒索唔成功就去舉報。上司眼中，你就係一個見唔得人哋好，企圖私吞公家資源嘅卑鄙小人。呢番說話鏗鏘有力，邏輯嚴密，搞到劉偉啞口無言。佢駁大個口想反駁，但係一隻字都講唔出。因為佢心入邊好清楚，80年代廠入邊啲上司最重視節約能源，周靜講嘅完全有可能發生。到時自己唔單止撈唔到任何好處，反而會搞到個名徹底臭晒。劉偉指住周靜，嬲到成個人震晒，最後狠狠等咗等腳，掟低一句：你俾我等住，就灰頭土臉咁走咗。打發走劉偉之後，深夜時分，黃大爺再次靜雞雞過嚟，得知周靜巧妙化解咗危機，黃大爺露出欣賞嘅笑容，話：好小子，有頭腦，頂得住壓力，睇嚟係時候話俾你知嗰個真正嘅天大秘密啦。昏暗嘅燈光下面，黃大爺湊到周靜耳邊，極低聲講咗一串說話。周靜聽完，成個人呆喺原地，心入邊就好似掀起驚濤駭浪咁。黃大爺望住震驚嘅周靜，神色極之嚴肅咁話：小周，市內嘅城市規劃大局已定，留俾你嘅時間唔多啦。你依家要做嘅唔係守住呢間爛屋，而係趁所有人都未反應得切之前，將呢間貨倉變成一間真正堅固、邊個都搶唔走、撲唔爛嘅鋼筋水泥屋。第二日一朝早，周靜就作出一個令全廠上下目瞪口呆嘅決定。佢瞞住許靜去到銀行，攞出兩公婆儲落嘅全部積蓄，足足327蚊。呢筆錢係準備俾許靜生仔、買奶粉同流離應急嘅救命錢啊！周靜攞住呢筆錢，直奔建材市場，一口氣運翻10袋水泥、500塊實心紅磚，仲有幾條粗壯嘅鋼筋。一架大解放貨車停喺廠職工家屬院門口，轟隆轟隆咁將建材卸落嚟，成個家屬院即刻炸開鍋，啲鄰居紛紛圍過嚟指指點點。劉偉逼到人群最前面，抱住雙手譏笑道：哇，周靜發大達啦！
使晒啲積蓄，要喺爛貨倉起新屋啊！大家快啲嚟睇下啦，佢個腦係咪入咗水？一間爛貨倉值得使咁多錢嗎？許靜聽到聲響，由屋入邊走出嚟，見到堆積如山嘅磚頭同水泥，塊面半點血色都冇。佢將周靜拉到牆角，把聲震得好犀利。周靜，你依家做緊乜啊？嗰啲係我哋儲俾個仔嘅錢啊！你點解全部買晒磚頭？許靜啲眼淚流咗落嚟。周靜望住痛哭嘅老婆，個心好似俾刀割咁痛。佢緊緊按住許靜雙膊，認真咁話：許靜，你信我一次，我咁做全部都係為咗你同個仔。呢間屋啲牆身爆裂，屋頂又漏風，冬天實在太凍，我一定要用最結實嘅紅磚將佢重新打造成一座城堡。冇咗啲錢，我哋可以再揾，但呢間屋一定要起好。許靜雖然心入面充滿委屈同不解，但見到老公無比堅定嘅眼神，佢抹乾眼淚，選擇默默支持。周靜除低外套，拎起瓦刀同灰桶，親自做起泥水工。佢要做嘅第一件事，就係喺有暖氣喉管嗰幅北牆內側，重新砌上一層厚厚嘅實心紅磚牆，既可以加固間屋，又可以徹底封死暖氣喉管嘅秘密。不過工程先做到第3日，麻煩就揾上門啦。劉偉帶住負責管房屋嘅黃幹事同埋廠保衛科3個人，氣勢洶洶咁衝咗過嚟。劉偉指住周靜大嗌道：黃幹事，你快啲睇下，周靜擅自搭建，霸佔公共地方，佢想將單位嘅物業據為己有。黃幹事望住堆滿門口嘅建材，同埋俾人撲開咗嘅牆身，黑起塊面，厲聲嚇道：周靜，邊個俾權你擅自改動工房㗎？立即俾我停工，將呢啲磚頭水泥全部運走，還原翻原本個樣。如果唔係，單位即刻收返間屋，將你趕出去。周圍睇熱鬧嘅鄰居都等住睇周靜俾人趕走嘅笑話。周靜由梯上面爬落嚟，拍咗拍手上啲灰塵，不卑不亢咁行到黃幹事面前。周靜誠懇咁話：黃幹事，你先唔好嬲，我之所以自己俾錢施工，完全係為咗安全。呢間貨倉失修咗好多年，啲磚開始鬆，連屋頂啲木牆都蛀爛晒。我老婆就嚟生，唔通要一個大肚婆同初生嬰兒住喺一間隨時可能倒塌嘅危樓入邊咩？我冇向單位攞過1分錢維修費，亦都冇將外牆面積擴大過1分米。我只係用自己嘅辛苦錢加固間屋嘅內部結構。許靜亦都適時挺住個大肚行咗出嚟，雙眼又紅又腫。周靜繼續話：如果單位一定要處罰我，我認，但請啲上司睇在我就嚟做人老豆嘅份上，俾我將間屋加固好。周靜呢番說話合情合理，周圍唔少長輩同鄰居亦開始幫周靜講說話，黃幹事面色先至緩和落嚟。佢沉吟咗一陣，嘆咗口氣講：周靜，睇在你情況特殊嘅份上，工程可以繼續，但你一定要簽一份保證書，保證唔改變間屋嘅外形同埋面積，施工安全由你自己負責。將來間屋如果有任何變動，你自己俾錢投放落去嘅費用，單位一概唔會負責。周靜毫不猶豫咁簽咗份保證書。劉偉喺旁邊激到咬牙切齒，但又無可奈何。跟住落嚟半個月，周靜日以繼夜咁開工，佢將4幅牆全部換成堅固嘅實心紅磚，屋頂加上沉重鋼筋同厚木牆，原本殘破不堪嘅雜物庫房，徹底變成一間堅不可摧、保溫極好嘅紅磚小屋。而就喺周靜啱啱裝好新玻璃窗嗰日下晝，荒地入面突然嚟咗一班着住藍色工作服、拎住精密測量儀器嘅陌生人。
嗰班着住藍色制服嘅監察人員手上拎住捲尺同標杆，喺塊地度行嚟行去，不時喺地上打落一支支木樁，拉起一條條鮮紅色嘅紅線。家屬院啲鄰居紛紛圍過去睇熱鬧。劉偉亦擠到人群最前面，望住嗰啲木樁，眼珠一轉，即刻大聲嗌：大家快啲睇啊！呢個地方正正對住我哋院子嘅下風位，市政府肯定係想喺度起一個公共廁所。鄰居一聽，即刻哈哈大笑，紛紛向周正間屋投去取笑嘅目光。有人講笑話：哎呀，周正屋企今次真係大鑊啦！一打開隻窗，就成間屋都係臭味。啱啱先使咗大筆錢整好間屋，以後日日都要聞住陣味食飯，真係蠢到冇得再蠢。劉偉笑到合唔埋嘴，仲特登行到周正門口揶揄佢：周正啊，早啲適應下啦，以後呢陣就係你屋企嘅招牌香味啦。面對住眾人嘅冷嘲熱諷，周正個心反而喺胸口入面瘋狂跳動，因為佢清清楚楚睇到測量隊打落最關鍵嗰支基準木樁，離佢間庫房牆角唔夠5米，而嗰條拉開咗嘅紅色基準線，正正穿過佢間屋。黃伯所講嘅秘密，終於就快揭曉啦！監測隊離開之後嗰個禮拜，周正頂住所有人嘅冷眼，將間屋入邊土到雪雪白，鋪上平整嘅水泥地，甚至裝埋全新木門。佢心入邊有一種好強烈嘅預感，成件事好快就會水落石出。果然冇錯。喺一個星期一朝早，家屬院個大喇叭突然破天荒連續播咗3次緊急通知，緊急通知家屬院全體住戶，請即刻到飯堂門口集合。市政府領導同廠方上司有重要事情宣布。廣播聲打破咗原本嘅平靜，過百個住戶陸陸續續湧去飯堂大門口。周正拖住許靜隻手，平靜咁行喺人群入邊。劉偉行喺前面，擰轉頭白咗周正一眼，哼咗一聲講：周正，估計係宣布起公共廁所嘅事，話唔定仲會表揚你揀咗個咁好嘅鄰居添。飯堂門口嘅石級上面，企住廠方上司同幾位着住幹部服嘅市政府領導。一位市政府領導拎起鐵皮大聲公，清咗清喉嚨，高聲講：各位同志，今日召集大家過嚟，係要宣布一項關係到大家切身利益嘅重大工程。根據市政府嘅統一規劃，為咗連接開發區同市中心，市政府決定興建一條全新嘅城市主要幹道，建設東路。台下啲工人即刻七嘴八舌咁議論起嚟，起條路同佢哋有咩關係？市政府領導攤開一張巨大嘅規劃圖，繼續講：經過多次反覆檢測，建設東路嘅規劃路線需要穿過我哋工廠家屬區東面，所有喺規劃紅線範圍之內嘅建築物，全部都要進行清拆搬遷。大家一聽，即刻全場制動。拆遷呢個詞喺80年代中期對普通市民嚟講，仲係一個幾新鮮嘅名詞，但個個都明白，拆遷就代表有賠償同新樓住。大家一窩蜂湧上前，爭先恐後咁擠去張圖紙前面，大聲嗌住：領導，幫手睇下我屋企喺唔喺紅線範圍入邊啊？東面區域包括邊幾戶人啊？劉偉屋企住喺最西面，知道點都唔會有自己份，企喺旁邊酸溜溜咁睇熱鬧。而周正就企喺原地，喐都冇喐，雙眼死死盯實圖紙上嗰條粗大嘅紅色線，嗰條決定咗無數人命運嘅拆遷紅線，不偏不倚，準確無誤咁壓喺圖紙最東面嗰一小塊區域上面。而嗰個區域入面，竟然只有一座建築物。嗰座就係周正啱啱先改建完成嘅庫房。市政府領導拎住大聲公大聲嗌：
請紅線範圍內嘅住戶周正同志準備一下，配合處理拆遷賠償工作。一剎那間，成個飯堂門口變得鴉雀無聲，所有議論聲同嘈嘈聲突然全部停晒，過百對眼睛好似一早約定好咁，唰一聲全部集中到周正身上。劉偉嘴角嗰抹嘲笑瞬間僵住，對眼幾乎就快瞪到跌出眼眶，個口駁到大一大。佢完全唔敢相信自己對眼嗰條代表住巨大利益同城市發展嘅紅線，竟然落咗喺全個家屬院最爛、最俾人睇唔起嗰間庫房上面。嗰度而家已經唔再係爛庫房，而係周正花盡心機用實心紅磚打造出嚟嘅全新城堡。人群最外圍嗰棵大樹下面，黃伯拄住拐杖企喺度，向周正投去一個深沉而莊重嘅微笑。周正緊緊握住許靜冰凍嘅小手，兩公婆喺所有人震驚同妒忌嘅注視之下，挺直咗條腰。拆遷嘅消息好似一陣風咁，轟動咗成間工廠。第二日一早，拆遷賠償方案正式貼咗喺壁報板上面。方案提供兩個選擇：第一，選擇現金賠償，按照被拆遷房屋嘅建築面積，每平方米賠償150蚊現金；第二，選擇房屋置換，按照1:1.5嘅面積，置換到市內新建嘅第一個高級商品房屋苑——幸福里屋苑。睇到呢份方案，壁報板前面即刻響起一片倒抽涼氣嘅聲音：150蚊一平方米啊！80年代中期，普通工人一個月人工先得30-40蚊。更加令人坐唔定嘅係，周正原本間爛庫房雖然只有唔夠20平方米，但因為周正之前自費進行加固改建，重新砌過厚實外牆，實際測量嘅建築面積達到足足30.2平方米。如果揀現金，周正可以直接攞到4500幾蚊。而如果選擇置換幸福里屋苑嘅樓房，30.2平方米乘以1.5，周正可以分到一個足足45平方米嘅全新兩房單位。幸福里屋苑嗰啲可是有獨立廚房、獨立沖水馬桶、暖氣同煤氣嘅現代化樓房啊！對於住慣平房，半夜3更仲要披住件衫走去公共廁所嘅工人嚟講，嗰種生活簡直就係由天跌落嚟嘅好日子。劉偉企喺人群入邊，塊面半點血色都冇，雙眼通紅，嬲到不斷咬牙。佢發夢都估唔到，如果當初自己唔係揀3揀4，肯要咗間庫房，呢份天大好處就係屬於佢噶。更加令佢難受嘅係，如果周正冇掟重本加固重建，原本唔夠20平方米嘅爛庫房，最多只可以換到一個細單位，但偏偏周正將佢改造成30平方米嘅堅固紅磚屋，硬生生令賠償價值增加咗1倍。周正嗰啲曾經俾劉偉取笑係白白掟錢落海嘅血汗錢，而家竟然變成咗全廠最精準、最抵得諗嘅投資。下晝，房屋管理局同拆遷辦嘅職員上門測量，測量員敲咗敲堅固嘅實心紅磚牆，確認符合建築標準之後，喺登記表上鄭重寫低實際測量建築面積30.2平方米，建議置換幸福里屋苑3號樓402室。45平方米兩房單位。周正喺置換協議上簽低自己個名，許靜喺旁邊激動咁攬實周正，眼淚完全忍唔住咁流落嚟。不過，正當周正一家沉浸喺喜悅入面，準備第3日去攞新屋鎖匙嗰陣，麻煩就靜靜雞咁揾上門。當晚，黃大爺拎住一樽酒行入周正屋企。黃大爺飲咗一啖酒，神色極之凝重咁提醒道：小周，攞到新屋，但你真正嘅大麻煩先至啱啱開始。
你喐咗人哋嘅利益，阻住人哋搵食。最想趕你走嘅唔係劉偉呢種小角色，而係廠入面一直睇實拆遷利益嗰班高層上司。周正個心一沉。黃大爺由懷裏面拎出一個用舊布包得實一實、沉甸甸嘅布包，遞俾周正話：攞實呢樣嘢。如果有人想明搶你間屋，唔到最後關頭，千祈唔可以打開。到咗第3日，周正興高采烈咁帶住許靜，準備出門攞鎖匙。點知啱啱推開門，門外竟然企咗一大班人。帶頭嘅係廠入邊負責後勤基建嘅副廠長錢廣進，身後跟住管房屋嘅黃幹事，同埋4個身形高大嘅保衛科人員。錢副廠長托咗托副金絲眼鏡，用一種高高在上嘅目光望住周正，冷冷咁開口話：周正同志，你嘅拆遷安置手續暫停辦理。有人舉報你嘅分屋資格嚴重違規，仲私自擴大建築面積，企圖騙取國家拆遷補償。錢副廠長一揮手，厲聲落令，保衛科即刻將呢間貨倉貼上封條。喺件事調查清楚之前，周正一家立即搬返集體宿舍。呢番說話好似一盆冰水兜頭淋落嚟。許靜嚇到身體一放，爭啲跌咗落地。保衛科2個人即刻行上前，一手按住周正膊頭，拎出白底黑字嘅封條，就要貼上大門。錢副廠長冷笑道：周正，呢間屋係廠嘅資產，我中意點處置就點處置。你想靠呢間爛屋翻身，發夢。周正心裏面好清楚，今日如果俾人趕出去，幸福里嗰間新屋就徹底同自己冇關係。周正猛力一掙，甩開保衛科啲人。喺所有人錯愕嘅目光之下，周正衝入屋，喺床板底拎出黃大爺俾佢嗰個舊布包。周正大步衝到院子裏面，當住幾十個圍觀鄰居面前，嘩啦一聲解開個布包。布包入面裝住嘅唔係乜嘢文件，而係一本厚厚嘅牛皮紙，封面、筆記簿同埋一卷保存完整嘅舊式相機菲林。周正一手將筆記簿拍喺台面，揭開第一頁，指住上面嘅名，大聲讀道：錢廣進，1978年3月採購水泥50噸，實際到貨40噸，私吞差價。1981年基建工程收受回佣3000蚊。1983年嗰一句句清脆嘅讀聲喺院子裏面格外響亮。錢副廠長塊面一下子僵住，全身劇烈發抖，腳軟到差啲跌低。佢死死盯住嗰本筆記簿，眼神充滿恐慌。嗰本正正就係佢多年嚟暗中貪污嘅數簿。周正高舉住數簿同菲林，厲聲道：錢副廠長，有人舉報我私佔房屋，咁我亦都要當眾舉報你利用職權飽自己荷包，侵吞國家財產。全場一片嘩然，保衛科啲人嚇到唔敢喐，黃幹事更加成頭大汗。錢副廠長塊面難睇到極，喺牙罅入面逼出聲話：周正有話慢慢講，全部都係誤會。就喺呢個時候，黃大爺撐住拐杖慢慢行咗出嚟，望住錢副廠長話：錢大廠長，既然係誤會，就快啲收翻啲封條，唔好阻住小周去攞新屋鎖匙。錢副廠長連忙點頭：係誤會。周正同志加固房屋係好事，分屋資格完全合規，快啲將封條撤走。錢副廠長帶住班人灰頭土臉咁走咗。當日下晝，周正同許靜順順利利喺房管局攞到幸福里屋苑3號樓402室嘅鎖匙。
行入45平方米嘅新屋，陽光灑滿客廳，獨立廚房，乾淨嘅沖水馬桶，寬敞嘅露台。許靜攬住周正，痛哭咗一場，所有委屈喺呢一刻煙消雲散。第二日，周正陪住黃大爺去到市內一間老字號影相鋪，將嗰卷沉寂多年嘅菲林沖晒出嚟，喺黑房昏暗嘅燈光下，一張黑白相慢慢變得清晰。相入面係一座倒塌建築物嘅廢墟，斷裂嘅石屎柱入面露出嚟嘅，根本唔係堅固嘅鋼筋，而係一支支幼弱嘅竹竿。望住張相，黃大爺眼角流下熱淚，揭開咗一宗隱藏20年嘅驚天大案。原來黃大爺本名叫黃坤，曾經係市規劃局嘅高級工程師，亦係建設東路最早期嘅規劃者。20年前，錢副廠長為咗向上爬，設局陷害黃坤。10年前，由錢副廠長監工嘅廠區大樓發生倒塌事故，正正係因為錢副廠長偷工減料，用竹竿代替鋼筋。事後，錢副廠長將所有嘅罪名推到總設計師黃坤身上，令黃坤被革除公職，淪落成一個睇更阿伯。黃大爺忍辱負重20年，就係等建設東路重新啟動，等一個可以徹底扳低錢副廠長嘅機會。而正直、勇敢、捱得苦嘅周正，就係黃大爺揀中嘅正義傳承者。第二日上午，市監督調查組雷厲風行咁進駐工廠。帶頭嘅張組長一身正氣，帶領組員喺車間展開全面調查。周正正喺崗位上認真扭緊螺絲，衫袋入邊已經放好嗰個沉甸甸嘅布包。當張組長行到周正崗位前，詢問廠內風氣嗰陣，周正停低手上工作，眼神堅定咁話：張組長，我有極之重要嘅貪污同工程安全證據，請求單獨向你匯報。車間主任嚇到坐立不安，而張組長眼前一亮，即刻點頭同意。喺封閉嘅辦公室入邊，周正鄭重咁將錢廣進嘅貪污數簿同埋竹竿代替鋼筋嘅事故相片推到張組長面前，仲詳細講述黃坤工程師20年嚟所受嘅天大冤屈。張組長望住相入邊觸目驚心嘅竹竿結構，嬲到一掌重重拍落台面。張組長緊緊握住周正隻手，無比激動咁話：周正同志，多謝你，我代表組織多謝你。你提供嘅係挽救國家損失、懲治大貪官嘅鐵證。當日下晝，一架警車響住警號駛入廠區。喺全廠數百名工人注視之下，錢廣進雙手戴上冰冷嘅手銬，被押上警車嗰一刻，錢廣進癱軟喺地，徹底走投無路。3日後，廠入邊嘅公告欄貼出2份通告：第一，關於革除錢廣進一切職務、沒收違法所得，並移交司法機關依法嚴辦嘅決定。錢廣進因貪污罪、重大工程安全事故罪，面臨漫長甚至無期嘅牢獄生涯。第二，關於徹底平反黃坤同志冤案、恢復其高級工程師職稱及一切薪金待遇嘅決定，職工家屬院徹底轟動，鄰居個個都拍手叫好。劉偉因為多次誣告同陷害同事，被廠方記大過處分，降職調去最污糟、最辛苦嘅清潔崗位，終日成為全廠笑柄。冇耐之後，黃坤工程師分到幸福旅夢屋苑5樓嘅新屋，啱啱好就喺周正屋企樓上。喺周正嘅新屋入邊，許正順利生下一個6斤8兩重嘅健康男嬰。周正幫個仔改名做周望，寄託住對未來無限嘅希望。清晨嘅陽光透過雪白窗簾灑入客廳，
屋入面彌漫住雞湯香味同嬰兒響亮嘅喊聲。周靜抱住個仔企喺露台，樓下花園入邊花草翠綠，小鳥歡快咁唱歌。樓上嘅黃大爺着住一套粗身嘅工程師制服行落樓，拉住周靜隻手，兩個人相視一笑，一切盡在不言中。由一間受人排擠嘅破舊貨倉開始，周靜靠住踏實、勇敢同正義，唔單止為老婆仔女爭取到一個溫暖又穩固嘅家，仲協助老英雄洗清20年嘅天大冤屈，令作惡多端嘅壞人得到應有下場。風雨過後，萬里晴空，幸福嘅新生活先至啱啱開始。